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8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89天。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俄军今天死伤1170人，总数正式突破85万。俄军又被摧毁9辆坦克，总数为10001辆，正式突破1万辆。同时还损失了16辆装甲车和35门火炮。在库尔斯克地区继续发生残酷的战斗，俄罗斯人和朝鲜人组成的联军再次向乌克兰阵地发动大规模突击，战斗持续了16个小时。美国援助的海马斯集束炮弹被频繁使用，俄朝联军再次被大规模消耗。在过去2天库尔斯克行动中，乌军推进了7公里，目前又占领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俄罗斯媒体的消息称，已有4个村庄落入乌军手中。接下来，俄军统帅部可能不得不从乌克兰调兵回援，以阻止乌军继续快速突进。自从去年8月6号，乌军出人意料的夺取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部分领土，尤其是苏贾市。此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表示，俄罗斯国防部的主要任务是击退乌克兰的入侵。彭博社写道6个月后，俄罗斯人仍在努力地完成独裁者的任务。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求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普京未能将乌克兰军队驱逐出俄罗斯领土，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彭博社强调，自2战以来，俄罗斯领土首次被占领是普京个人的挫折，因为他在国内形象是建立在他是一个捍卫国家利益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一事实之上的。也就是普京给自己的人设是一个强悍的，能够保护俄罗斯周全的这么一个领导人。这个人设在2024年崩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报道，国防军在库尔斯克攻势始于2024年8月6号。自进攻开始以来，俄方损失总计约4万人，其中超过 1.6 万人死亡。彭博社说普京未能收复库尔斯克州，让俄罗斯更接近谈判。乌克兰军队成功袭击了位于俄罗斯第90防空旅附近的克拉斯诺沃达尔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尽管先进的道尔3防空系统距离很近，但俄罗斯防空部队未能阻止这次袭击，也俄罗斯部署的道尔3防空系统形同虚设。这个炼油厂还是被乌军炸得起了火。这是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些情况，目前战线变化不大。我们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乌克兰的无人机产量已经上升到了每日7000架，预计2025年无人机产量将达到300万架。泽连斯基主持了组建无人机攻防战线的军事会议，将建立投入5个无人机联队，攻守兼备，连同作战。北约的传统地面军事战术正在过时老化，乌克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打造新北约或新欧盟军事同盟。在丹麦的倡议之下，丹麦模式让乌军的这个无人机产量上了几个台阶，2025年要达到300万架。可以说乌克兰是越打越强这2天媒体报道比较多的，大家讨论也比较热的关于俄乌和谈，特朗普葫芦里卖的到底什么药，泽连斯基的态度以及普京的态度。根据媒体报道，这个传言也非常多。首先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已经跟普京通完电话，有媒体采访特朗普，特朗普说他还是不说的好。总之已经跟普京打完电话。俄罗斯方面呢，白宫新闻克里姆林宫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不能否认，但是我也不能肯定，实际上就是变相的肯定了特朗普跟普京之间打完电话。那这个电话到底谈了什么东西呢？有媒体说特朗普说我和他进行了电话交谈，我告诉普京现在这种状况必须停止。他表示同意，但表示俄罗斯的利益应该放在首位，因为
他们已经将一些领土纳入俄罗斯宪法，这就是所谓的这乌东4个州公投，这就是普京的要求。这些我们已经写入宪法了，不能改。这个地方必须是俄罗斯的，所以我早就说了啊，这个普京要为他的贪婪买单，自己下套，把自己给套住了。特朗普说，所以我说，普京听着，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你必须明白，我不是拜登，要么你达成诚实的协议，要么我们将确保俄罗斯的某些领土最终被纳入乌克兰宪法。相信我，人们一定会喜欢它，而我们的选择远多于你。特朗普的意思就是，你想占领乌克兰领土，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不让出领土，那么乌克兰也在库尔斯克搞公投，把这个地方纳入乌克兰的宪法。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媒体说特朗普这些话真假难辨，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在推测，虽然特朗普这个人，我一直说你很难知道他下一步干什么。咱们一直说他是个商人，反复无常，早上同意，下午主意又变了，都有可能。但是就目前俄乌局势，目前欧洲的形势，我觉得特朗普他应该做不出什么太过分的事情。虽然他表现出来是一边压泽连斯基，一边压俄罗斯。我昨天节目说了，最大的可能，这个特朗普的方案就是要求俄罗斯回到2022年2月24号那个边界线，也就是乌东4个州是乌克兰的，乌克兰退出库尔斯克，克里米亚还继续模糊，因为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克里米亚也是模糊，全世界没几个国家承认它是俄罗斯的。但是乌克兰也拿不走它，就这么一个状态。美西方制裁俄罗斯，我认为特朗普他如果说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就是说让普京把乌东4个州吐出来，克里米亚继续悬着，或者是克里米亚由这个联合国托管，能做到这些，这个特朗普他已经是功劳一件了。显然俄罗斯人是没有达到目的，普京和特朗普的通话，普京恐怕没有达到他所想的。但是俄罗斯人又说了愿意与泽连斯基进行谈判。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佩斯科夫称，尽管泽连斯基没有合法性，但俄罗斯仍愿意进行谈判。个人觉得，俄罗斯想要和平，那更简单一点，你只要从乌东撤军，恢复2022年2月24号的边界，那个战自然就停下来了。俄罗斯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叫加罗金，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的基础将是2022年发展情况。加罗金特别指出未来协议的基础可能是2022年有关乌克兰中立、不结盟、无核地位、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以及不在其领土上部署外国基地和军队的谈判结果。当然，也要考虑到实地现实和普京总统在2024年6月表达的立场。刚才说了特朗普的条件实际上就是俄罗斯把乌东4个州归还给乌克兰，乌克兰把库尔斯克还给俄罗斯，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加入欧盟，由欧洲这些国家到这个冲突地区进行维和。美国跟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拿这个稀土这种合作来换取美国的保护，大概其就是这样的一个协议。而泽连斯基的态度现在也发生变化。2月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条件是美国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你看看，他以前一直坚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他现在有所松动，也就是你美国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也行。泽连斯基确信乌克兰冲突完全有可能在2025年结束。他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想迅速结束冲突，并呼吁特朗普与欧盟共同对俄罗斯加大施压力度，首先是制裁力度。昨天特朗普的俄乌特使凯洛格就说了，如果这个制裁是一共10分的话，那么美国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只有3分，可以很快就加到6分，就是加倍。我在想，如果让俄罗斯把乌东4个州吐出来，这个普京是很难做得到。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和谈那是一定要谈的，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谁不参加
谁从道义上就输了。人家传一个局，要求大家一起和谈，别打了。乌克兰不能说我不谈，我就要打，那是不行的。俄罗斯也一样，普京他也不能说我就是不谈，要打。那现在特朗普呢，把这个事主动的揽到自己身上。他说，先是24小时停火，后来改成100天停火。总之要停止俄乌战争。特朗普居然把它变成自己的任务，或许是特朗普竞选的时候说了大话，他现在也把它圆回来。特朗普知道俄乌双方根本就没有办法调和，但是调解失败的这个锅，特朗普肯定不愿意背，最好是由普京来背。所以你看啊，无论是泽连斯基还是普京，都犯下身段。泽连斯基以前是坚决不跟俄罗斯谈判，写进了宪法，但是现在你看泽连斯基说了，他愿意，他已经做好跟普京谈判的准备。什么意思呢？一方面不想得罪特朗普，一方面要占据道义的制高点，愿意谈判。那我想特朗普开的这个条件很有可能要激怒普京，普京没有办法接受，普京希望特朗普帮他。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普京翻脸，那所有的责任都在俄罗斯，都在普京身上。所以普京恐怕也只有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他也得谈，虽然他不能接受这个条件，他也得坐到谈判桌前。最终如果谈不拢，这个你怪不到特朗普。这个时候特朗普正好借坡下驴，然后加大援助乌克兰的力度。我在想，恐怕也只有这么一条路。普京他怎么可能让步呢？普京一旦把乌东4个州让出来，那他违反了俄罗斯的宪法，他也没办法向俄罗斯人交代。普京现在就已经卡在这儿，如果你不退出乌东4个州，乌克兰也不会退出库尔斯克。据说俄乌特使凯洛格已经起草了一份和平计划，交到特朗普。特朗普要求凯洛格还有什么万斯，还有什么国务卿本周要到德国参加什么慕尼黑会议，要宣布这份和平计划。关于美国人要求乌克兰在和谈以后举行这个总统选举，泽连斯基对英国独立电视台表示这种情况将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产生负面影响。泽连斯基拒绝暂停该国戒严以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说，如果我们暂停戒严，我们就会失去军队，原则上俄罗斯人会很高兴。泽连斯基认为暂停戒严将给乌克兰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特别是会给人一种前线暂停的感觉，导致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战场上撤离。乌克兰总统承认，俄罗斯武装部队此时可能会加强对乌克兰的进攻行动。同时，泽连斯基把这个屎盆子扣到普京头上，说俄罗斯不愿意和谈，还在为进攻乌克兰做准备，还要借道白俄罗斯进攻等等。为了加紧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将大规模扣押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船只。欧盟国家已经在就这一行动进行谈判，逮住俄罗斯的这种影子船队全部统统给他扣押。这个又是在打击俄罗斯的钱袋子。我们再看一看中欧班列。前几天咱们介绍了从大国出发的列车到了俄罗斯被扣押，理由是用的物品是违禁品，因为这些火车的货物都是运到欧洲的，到欧盟。截止到现在这个事情还没解决。中欧班列部分集装箱被扣超90天，给大国给欧洲各国经贸造成巨大损失。货物被扣1天就得多交1天违约金，算下来是个天文数字。以被扣的41天的光伏组件为例，目的地是德国，你说光伏组件你为什么要扣呢？这就是讹爹，那纯粹就是卡脖子，这个才叫真正的卡脖子。这个目的地是德国可是放行时光伏组件表面接满冰霜，只得每瓦降价 0.07 美元进入波兰市场。假如此次运输100万瓦，就损失人民币50万元，这还不算对德国的违约金。据说此次查扣大国集装箱1000箱，涉及金额3000亿元人民币。有网友总结得好，这个西方冻结俄罗斯的资产，俄罗斯呢，人家为什么不着急？因为他会在别的地方找补回来。这不，从大国冻结1000个集装箱，3000亿人民币，不够，下一次再冻结一批，这是俄罗斯的传统不知道这些头部黄鹅
作何解释啊？大国进入俄罗斯中欧班列线路有3条，分别为东、中、西线、霍尔果斯口岸、阿拉山口岸。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俄罗斯也就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他们用的都是宽轨，咱们是窄轨，所以说咱们的火车是没有办法直接开到前苏联这些国家。但是呢，苏联这么设计，目的说为了防止外国侵略，中欧班列啊得在这个口岸卸货，再用吊车调到俄罗斯的宽轨列车上去。也就是说，到了这个边境还要换车，很费时。后来发明了智能变轨系统，过境时才节省一些时间。关于这个中欧班列被俄爹扣了，那么大国和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多轮的沟通。俄罗斯方面放行了一些货物，但还有上千个集装箱被扣。新加坡国立大学供应链专家陈志强教授指出，莫斯科正在玩危险的3围棋，他们既想通过中欧班列获得过境费，又要避免触怒西方，最后只能在技术性刁难中寻找平衡点。他们玩平衡，竟然不惜伤害大国俄罗斯的真面目。黄俄是不是进一步能看清楚，对吧？这俄罗斯就是当面喊伙伴，背后掏家伙，这就是俄罗斯。所以高低要跟什么吉尔吉斯斯坦、什么乌兹别克斯坦跟他们修路，完了再往欧洲修，不能再走俄罗斯了。所以说来说去啊，俄罗斯战败被肢解，那是对大国最有利。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已决定对哈马斯10月7日，就是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成立调查组。看子特朗普要揭开这个盖子，实际上这个就是在敲打普京，把他老底给掀了。这一调查最终会指向伊朗，指向俄罗斯，到底是谁怂恿指使哈马斯搞这种恐怖袭击？从这个迪波老人多次召见哈马斯成员到莫斯科可以看出啊，那必然是迪波老人在背后指使。这个特朗普此举就是在给迪波老人施压。我们再看看这个梅德韦杰夫又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说泽连斯基不必谈判，他必须签署他被要求的协议。这个梅德韦杰夫非常有意思，表面上看他是在讽刺梅德韦杰夫，泽连斯基说你泽连斯基不用谈判的，到时候把协议弄好，你签字就行了，你不得不签。城下之盟，俄罗斯跟美国谈好了，你只能签字，遵照执行。实际上我认为这是梅德韦杰夫在讽刺普京，把这句话送给普京那是恰当不过，就是普京不必谈判，他必须签署他被要求的协议。到时候普京如果不签的话，那么普京很有可能就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尸体不用签协议。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